高雄美浓客家文物馆，馆区内的扶桑花让游客漫步其中，增添几许惬意。这是以前高雄县的县花，扶桑花，花开了，花开耶，花开耶。美浓客家文物馆以传统的客家伙房建筑，保存在地传统文化和故事，让后人能一窥早期客家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一般的除所是这里，直接接这里，没有这个长边。为什么美浓除所这样？因为美浓种香蕉，香蕉要外销日本，这是香蕉田特别用的除所。在文物区中常态展示在地传统农具和各项生活工具，客家人勤俭刻苦的传统美德与精神表露无遗。来到主题馆蓝山、伙房、美浓纸伞等客家文化，可让游客轻松认识每项文化的由来和特色。其中的金字亭引人好奇。这里不能烧金子银子。那金字亭是古代纸上有字美浓的客家人啊，对于这种东西就不会随便丢弃，就会把它送到这个金字亭里头，很尊敬文字的意思嘛，在这边燃烧。儿童探索区以趣味的方式，让孩子们在探索游戏中快乐接触美浓在地的风土民情和文化脉络。走一趟美浓客家文物馆，除了对在地的客家文化有更清楚的认识外，也让我们能学习老一辈客家人的生活智慧和勤奋精神。上课喽！法魁嘞，法魁嘞，法魁嘞。